學校嘅好秘師，情景式演講，普個熱好範例。各位評判先生，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熱好，今晡日我愛演講嘅圖稿係編號熱好，學校嘅好秘師，學校嘅好秘師。初晡日當主，我準備愛去中飯嘅時節，我看到在食堂上認識有我親好食嘅烤肉，還有阿妹接上做嘅蒸卵，加上炒到香溜溜嘅青菜，各樣就害我看到口冷水答答滴呢。我總好飯菜，看到當多同學食到當歡喜，尤其係烤肉，報到落落。老嘅烤肉味叫到飯香，鹹香嘅味絲食咧，會本人情味哦。抹風，我看到隔壁嘅阿明斗電話，唔滴滴嘅咩乜嘅事情，看起來當煩惱。一問爭啲，佢看到烤肉，就想到高升嘅阿婆，佢記得閒細嘅時節，接啲阿婆嘅事背面停上停下。尤其係阿婆煮飯嘅時節，佢一批到香味，就會行到灶下聽書，看見阿婆熱下嘅煮鹹菜湯，煎蘿蔔絲卵，熱下嘅煲烤肉，剁雞盤，兩下半煮好幾下用菜咧。我安慰佢老古人講，一年有福，千代萬福。阿婆嘅好孫兒，煮嘅客家好味絲。係帶本福下人幸福嘅年頭，但人都有機會，咩愛老也種好秘師繼續傳下去，帶本更加多人幸福嘅感覺。我嘅演講就到也結束，承蒙大家按仔細。承蒙按仔細，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